Hello，大家好啊！翻嚟未來學嗱，最近咧就有個新聞咧，都係受大家關注噶啦，就係菲爾茲獎咧就頒咗俾4位數學家啦，而其中咧就有2位咧係華人嘅數學家嚟嘅。咁喺傳媒嘅眼中咧，就大家關注咗其中一位咧就係黃洪啦。咁啊，因為佢可能係女性啦，咁係華人嘅第一位女性咧獲到呢一個嘅被譽為係數學版嘅諾貝爾獎啦。但係今日咧，其實咧，我哋就想介紹一下咧，另外一位都係同樣咧係犀利嘅一位嘅華人，就係鄧旭啦。咁咧，我哋要去講呢個題目，就當然要揾一位專家嚟去同大家傾傾啦。咁我就揾咗阿宏紐約大學物理學博士陳志宏咧，同大家一齊講解嘅。喂，Hello 阿宏。喂，阿啟明你好啊，咁其實又咁講啦，我唔係話真係呢啲問題嘅最專家嚟嘅，咁但係咧又好又好有趣。咁啊，無論阿黃洪而家佢自己就直頭喺紐約大學教緊啦，咁啊鄧旭咧就曾經喺紐約大學就做過博士後研究，咁小弟咧都係紐約大學畢業嘅，咁啊所以咧就我自己就好有興趣咧睇呢個鄧旭所研究一啲好同應用數學好有關嘅一啲嘅問題咯。係啊，即係我諗我都有留意到佢嘅呢個發現咧，其實都同我哋讀工程學咧好有關係嘅，因為咧佢嘅發現一陣間我哋詳細講講啦。但係我留意到嘅就係，哇！佢竟然能夠從啲好基礎嘅物理學嘅一啲嘅知識咧，去推導到一啲同實際應用好相關嘅範疇，包括就係流體力學啦，即係我哋點樣去理解一啲嘅水啊、空氣嘅變化啊，一啲嘅熱力學有關嘅嘢咁樣嚇。咁所以對於我哋去所謂應用數學嚟講咧，似乎我更加睇到就哇呢一個發現咧，真係好似好犀利。係啊，嗱咁其實睇媒體咧，學你話齋，對於黃洪嘅關注就多啲嘅。咁啊，當然啦，我都同意啊，因為佢首位華人女性啦，嚇。咁同埋咧，黃洪研究嘅掛谷猜想咧，其實就好直觀嘅，即係好容易用一個簡單比喻就解到佢個問題係想解決一個咩問題。咁但係當然啦，凡係數學問題，佢實際具體用咗乜嘢方法解決咧，就唔係我哋常人能夠明白嘅語言嚟嘅。咁但係咧，我自己因為都本身讀物理學啦，咁啊睇到鄧旭佢即係研究嗰個咧，解決嗰個叫做希爾伯特第六問題啊。咁呢個問題咧，其實同呢一個基礎嘅物理學係好有關嘅。咁所以我自己本身讀物理嘅時候咧，我見佢即係直接去攻呢一個咁嘅問題，最後取得嗰個成果，我會覺得咧就係叫做即係佢解嗰個問題本身嗰個歷史性係更加強，即係已經係一個100年難題嚟噶啦嚇。咁但係其實好多時咧，嗰啲數學難題都有翻上下勁咧，都係即係100年難題啊，咁啊即係甚至幾百年難題都有噶啦咁嘅樣。咁但係咧，由即係希爾伯特本身嗰個名氣啊再強啲，咁所以如果解決到希爾伯特嗰系列問題入邊其中一個咧，咁啊，其實我覺得另外一個角度嚟講咧，都係一件好勁嘅事嚟嘅。係啊，即係嗱，我哋去講解呢一個嘅發現之前咧，或者好簡單輕輕講下鄧旭呢個人啦，因為咧，其實佢嗰個人都好有趣嘅，即係咧被譽為鄧神嘅鄧旭咧，其實佢即係年青嘅時候都已經係即係有好出名噶啦吓，咁就係攞過呢一個嘅數學奧林匹克嘅獎項吓，咁所以其實佢呢個人都係即係已經係非常之年青嘅時候已經出名噶啦。係啊，嗱，咁嗰個數學奧林匹克咧，呢樣要講下啦，佢就唔係好似奧運嗰啲咁嘅。即係得一個金牌、一個銀牌、一個銅牌嘅，每個國家咧就派5個人，咁然之後咧，你達到某一個分數咧就銅牌，某一個分數就銀牌，咁通常咧中國派嗰5個咧都5個就全部金牌噶啦，咁啊喺2006年嗰屆咧就鄧旭咧就其中一個金牌得獎者咯，咁啊所以就即係當然犀利啦，咁所以咧佢亦都係喺好年少嘅時候咧就喺朋輩之間就俾人稱佢做鄧神噶啦。即係呢個名咧，就連阿黃洪都知道佢叫鄧神噶啦，咁啊，其實就如果鄧旭咧，如果今屆唔攞咧，下屆就冇得攞噶啦，因為咧菲爾茲獎就唔會頒俾超過40歲嘅人嘅，咁啊鄧旭咧就今年係都37啊，咁啊所以有數得計啦，咁啊即係如果今屆唔攞就冇得攞啦，咁啊但係終於即係叫做攞得到，咁但係其實咧即係對於好多得獎者都心入邊都有數噶啦。得唔得到都唔係自己掌握之中噶啦。係啊，即係我諗係對於一啲科學家、數學家嚟講，心目中係咪做緊研究嘅時候喺度諗緊攞獎咧，都未必係嘅。咁但係你話佢哋會唔會為到呢個獎項而得到光榮而開心？我相信亦都係一件好開心嘅事嚟噶咯。
係啊，嗱咁啊呢度又要講啦，佢嗰個即係希爾伯特第六問題咧，咁個故事背景啦，就1900年啊，咁啊希爾伯特就發表咗佢咧，其實一紮嘅有20個問題嘅。今次嘅第六問題咧，其實講緊一個簡單啲嗰句嘢就係咩意思咧？佢一個叫做物理學嘅公理化問題啊。嗱咁呢個字眼又要解一解嘅，咁啊數學我哋知係一個好公理化嘅系統嚟嘅，即係話咧。我哋無論係即係譬如尤其是幾何學咁樣咧，我哋好清楚咧，每一個嘅即係幾何學嘅定律，我哋可以咧一路去即係叫做喺用個邏輯結構建立起一個數學結構環環緊扣嘅，甚至乎有時候咧，我哋可以由一組嘅定理咧，就再結合多幾組嘅定理，係推導到一啲另外嘅一啲新嘅定理，而嗰啲新定理又可以由另一個方向出發，由佢係推導翻其他嘅嗰啲咁嘅定理，即係我哋會咁講吓，最後成套嘢本身咧係一個好巨型嘅邏輯結構嘅一個大廈嚟嘅吓，咁所以我哋話即係數學本身啊有一種叫做公理化嘅一個咁嘅體系。如果你睇翻嗰啲數學嘅論證咧，好多時就會係由其中嘅一啲嘅定理。再推一啲嘅定律，或者同時間需要幾個唔同嘅定律嚟推一個新嘅定律或者定理，然之後咧再研究推展出去就即係得到更加多嘅數學定律啦。即係嗰個數學化本身嗰個公理化咧，就係本身開頭搞數學嘅時候就需要有一個咁樣嘅即係邏輯喺度嘅嚇。咁但係咧物理學咧嗱，我會咁講。如果用希爾伯特當時嘅眼光咧，鄧沃做咗呢一個咁嘅貢獻之後咧，佢會認為呢個物理學嘅公理化咧，基本上係解決晒噶啦。但係咧，因為當時只係1900年，其實到隨後嗰即係幾十年咧，有好多新嘅學問咧，就慢慢萌芽出嚟。咁譬如話相對論就緊接於1900年之後嗰10年8年就。愛因斯坦就搞咗出嚟噶啦，量子力學咧就遲多少少，多10幾年到啦。咁但係我哋而家今時今日能唔能夠由我哋所知道嘅1900年版本嘅嗰啲基礎物理學嚟去推導到量子力學咧？我哋可以由我哋而家嘅即係基礎物理下，再可以叫做將個物理理論整得廣義啲，包含到相對論，我哋做得到嘅。即係話我哋已經有一套理論，就係可以既包含相對論，又包含咗呢一個嘅基礎物理學吓，即係譬如牛頓力學嗰啲。但係咧，對於將嗰個量子力學統合咗喺成個物理學系統嗰度咧，其實都未完全做得到嘅。咁但係因為希爾伯特當時存在個時空就未有量子力學呢樣嘢，喺佢眼中，如果你能夠將一個嘅微觀世界嘅牛頓力學都唔好話要統合到即係一啲將來先至見得到嘅相對論啦，係能夠將微觀世界嘅牛頓力學同一個叫做統計力學一啲宏觀嘅現象嚟去做一個嘅統合嘅話咧，咁佢就已經認為就係話成個物理學就已經叫公理化咗噶啦。用今日嘅眼光睇啦，雖然咧鄧沃解決咗個希爾伯特第六問題，就答咗希爾伯特當時呢個問題，但係係唔係叫做代表今時今日嘅物理學已經得到完全公理化咧？其實就唔係嘅。咁所以咧，即係一個比較安全啲嘅講法就係話，佢叫做即係鄧沃今次嘅貢獻咧，就解決咗即係當年希爾伯特提出嗰個叫第六問題，佢當時認為嘅數學物理學公理化問題。但係我哋今時今日咧就係叫做將呢一個嘅微觀嘅牛頓力學點樣去導出呢一個比較宏觀嘅統計力學，就做咗個統合咯。係啊，即係其實我就咁睇咧，即係希爾伯特咁多個問題咧，其中呢個第六問題咁，可能聽起上嚟嘅時候就覺得我只不過其中一個問題咧，但係我淨係睇佢，哇，要嘗試將整個現實世界嘅物理學咧，嘗試去用數學公理化呢個方式，即係話由最基本嘅一啲嘅理解，可以推導到晒整個宇宙嘅所有嘅物理學咧，哇，我覺得淨係一個問題都已經夠可能100年、1000年咁樣去研究啊！即係人類係可以即係一個問題，我覺得係象徵好多嘢咯嚇。咁所以我覺得個問題係真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嚇。嗱，咁呢度咧，即係
點解要有一個咁嘅諗法先嚇？即係呢個宏願點解咁偉大咧？我哋好多時好習慣咧，科學咧用一個還原論嘅精神嚟理解問題嘅。我哋睇到宇宙啲嘢點運行，因為追隨住一啲嘅牛頓定律嚇。假設我哋唔知有相對論先啦嚇，喺我哋太陽系入邊嘅嘢，我哋發覺追隨牛頓定律就 OK 噶啦，解釋到噶啦。咁啊，然之後我哋知道咧，微觀世界啲粒子咧，兩個粒子碰撞，或者一啲電荷去圍繞住大家轉咧，原來都有佢嘅牛頓力學參與其中嘅。咁可能就需要一個叫做靜電學啦嚇，加埋牛頓力學啦。尤其是如果解釋啲嘢碰撞嘅時候咧，就用翻牛頓嗰啲 F 等於 ma 啦，嗰啲另外就係碰撞嘅時候所需要用到嗰啲動量守恆啊、能量守恆呢啲咁嘅定律啦，就解釋到佢個碰撞噶啦。咁但係咧好得意嘅，譬如你話我哋嘅流體，即係唔好話固體先啦，流體咧整體上就好似係一嚿嘢，一個連綿不斷嘅一個嘅物質。但係你用個顯微鏡一睇，去到最微觀世界咧，所謂嘅流體，無論液體好、氣體好，其實不外乎就係一大堆粒子，好多粒子同時間喺度撞嚟撞去。咁然之後咧，你離開咗 zoom 遠啲嘅時候咧，你就翻返一個宏觀嘅世界。OK， 而家咧，即係喺1900年嘅時候，我哋認識就係話微觀世界，即係粒子世界嘅時候咧，我哋可以用牛頓力學去解釋一啲嘢。去到宏觀世界嘅時候咧，如果固體咧，你會發覺我哋可以繼續用翻牛頓力學。但係到咗流體嘅時候咧，我哋需要用咗一套流體力學嘅公式嘅。而嗰套流體力學公式咧，就唔係牛頓力學咁嘅樣嘅，即係 F 等於 ma 呢啲咧就牛頓力學公式。總之佢係硬嘅固體嘅嘢咧，基本上就用佢就解釋晒佢個行為，知道佢行路嘅軌跡。但係如果係流體嘅時候咧，即係呢度就難免要提一提嗰啲即係流體力學公式啊，有啲譬如有啲叫做 continuity equation 咁啊有啲咧甚至乎就講到我認識到一叫伯努尼定律。其實咧再有個更加高深嘅咧就叫 Navier-Stokes equation。咁你去講到嗰啲咁嘅流體嘅串流問題咧，或者讀得物理學啊，即係去主修物理學嘅人咧，基本上你第一年班嘅時候，你都幾乎見過晒呢啲公式噶啦。就係我哋物理學世界入邊咧，如果係講經典力學，尤其是流體嘅話咧，你一定要識呢幾條式噶啦。如果你同時又要修其他嗰啲電磁物理學咧，咁啲電磁學咧又有4條佢叫麥斯威爾方程式，咁嗰個就係1900年、1901年嘅時候，又係已經既定晒喺度啦。到後來咧，咁啊再即係隨住物理學發展，又有啲相對論嘅式啊，又有啲量子力學嘅式啊，甚至乎再後啲嘅量子場論嘅公式啊，咁呢啲就後話啦。咁但係即係成個物理系統其實而家今時今日嚟講好大嘅，但係哪怕淨係點樣由呢一個嘅微觀嘅牛頓力學去導出呢一個比較宏觀嘅流體力學嗰度咧，就原來一路。即係唔好話，我自己讀書嘅時候都冇咁留意到，原來係未咁完整解決嘅一個問題咯。係啊，或者呢度我再補充少少，就係嗰個微觀同宏觀嗰個分別咧，就係尤其是我諗從一個工程人嘅角度嚟講咧，就比較能夠可以睇得到個分別。因為好多時我哋讀工程嘅時候咧，一啲應用嘅物理源自於物理學嘅定律咧，其實我會話係一啲從我哋宏觀角度、日常生活角度累積經驗去獲取到嘅嚇。譬如就係流體力學先算啦，其實好多嘢咧都係我哋從啲數據啊、實驗啊，慢慢累積到一啲數據。但係你話，點解呢啲現象會係能夠從微觀，明明我哋就知道微觀世界就係啲粒子喺度碰撞啊等等嘅呢啲咁樣嘅現象咧，呢啲咁嘅事咧係會累積變成為我哋而家實際上我哋生活日常見到嘅嗰啲嘅現象。係啦，呢度之間嘅關係係點樣樣嘅咧？其實我哋一直學嘅時候，好多時都根本上係睇唔到個關係，或者唔知道個關係咁樣樣。咁所以其實今次佢呢一條公式，或者今次嘅呢一個嘅發現，係某程度上能夠連接到呢一個兩個世界嘅關係咧，我覺得係好偉大嘅一件事咯。嗱，難免要解多少少抽象啲嘅嘢嘅。簡單嚟講，就係點樣由牛頓力學嗰條式去推到，去能夠推導到出嗰一 set 嘅流體力學公式出嚟。
即係去解釋翻，其實你見到個流體力學公式，我哋一路當佢最基本嘅公式用噶啦，但係其實唔係，佢可以由一個更加基本嘅牛頓力學再加埋一啲我哋適當認識嘅假設，就可以推導到出嚟。流體力學公式就唔係最基本嗰步，原來咧可以由一啲更加基本嘅物理嘅公式或者定律嚟去推導出嚟。嗱，咁好啦，咁我就唔係話要準備去同大家去推導一下，因為即係我都搞唔掂。OK，個邏輯就係咁諗啫。但係咧，喺我自己以前咧去讀流體力學或者叫做應該話更加基本嗰門我哋叫做統計力學嗰門學問啊。咁入邊就關乎到，譬如話係熱力學啦，同埋流體力學啦。咁好多時都會用到一個叫統計力學嘅呢門學問入邊嘅公式。咁譬如我當初老師叫我去嘗試了解嗰啲叫做continuity equation、Navier-Stokes equation、Bernoulli's equation， 即係其實就夾硬譯做中文，你發覺啲名都係水過鴨背噶啦，其實都係。即係呢啲好基本嘅流體力學需要用到嘅公式，佢哋之間係點樣互相推導出嚟咧？咁啊，我都好記得我係大學2年班嘅時候啊，當時嗰位教授咧，佢就其中喺一堂入邊咧，就由呢啲譬如基本少少嘅continuity equation 再結合埋一個叫即係一啲其他即係啲比較基本嘅公式，就去推導翻，最終要推導翻嗰條叫 Navier-Stokes equation 出嚟。咁我哋就知道Navier-Stokes equation 好似就比較係一條建基於更加基本嘅物理定律嘅一條方程式。咁但係至於嗰啲更加基本嘅物理學方程式，有冇一個更加基本嘅物理學定律嚟推導出嚟咧？就冇乜呢一塊嘅。OK， 勉強我哋做過，即係後來我自己就再學多少少統計力學嘅時候咧，就學過要用過一條叫做 Boltzmann equation， 由 Boltzmann equation 去推導翻嗰一 set 嘅流體力學公式出嚟。咁好啦，咁你又可以問，咁嗰條 Boltzmann equation 可唔可以由牛頓力學嗰度推出嚟咧？咁啊，其實又喺舊有嘅即係一啲物理系學生嚟講咧，佢都係有即係嗰啲教科書啊，都會睇過一個好基本嘅一個嘅推導嘅。但係入邊嘅推導咧，牽涉到一啲即係機率數學嘅概念。譬如話佢假設咧，因為個 Boltzmann equation 係入邊包含住解釋咗每一粒嗰個堆嘅粒子，佢隨住時間到底佢個位置同個速度係點樣變化，即係講緊成個粒子嘅系統入邊，每一粒嘅粒子喺某一個時間點嘅時候，佢嘅位置同埋速度究竟係點，就代表住成堆粒子嘅狀態。究竟呢一個咁樣嘅代表住粒子狀態嘅呢個咁嘅函數係點樣隨住時間去演變咧？嗰條式就叫做 Boltzmann equation， 入邊就會受制於一個咧叫做粒子碰撞嘅項啊，就係入邊呢啲粒子點樣去撞嚟撞去咧，就點樣將佢嗰啲咁嘅速度嘅參數重新分佈啦。即係你都可以想象到兩件嘢撞嘅時候，原本個速度係有即係譬如係2同負3嘅，但係撞完之後咧，就大家可能係交換咗、調轉咗、重新分佈咗嚇，好視乎大家個質量係點樣唔同而唔同啦。咁呢啲嘢咧就可以由翻最基本嘅牛頓力學咧就可以計得到出嚟嘅。即係究竟個別一對嘅粒子碰撞嘅時候，點樣重新分佈佢嘅速度咧？呢樣嘢咧就由基本牛頓力學嚟去定出嚟嘅。然後作為一個整體，如果你考慮成個整體入邊所有嘅粒子，佢哋都喺唔同時間時候，有時有碰撞，有時冇碰撞嘅時候咧，你就見成個空間入邊嘅呢堆粒子入邊嘅速度咧就重新分佈啦，甚至乎佢嘅位置都會重新改變晒添，因為佢哋嘅速度唔同咗。OK， 咁所以喺呢度咧就係有呢條 Boltzmann equation 咧，其實入邊咧係已經你要了解呢條方程式係點樣嚟咧？其實入邊已經係有一個嘅圖像，就係話背後就好多微觀嘅粒子喺度碰撞緊，而呢啲粒子嘅行為係由牛頓力學掌管緊。咁只不過佢哋最後整體嘅行為就由呢條 Boltzmann equation 嚟去描述咗出嚟，再由呢條 Boltzmann equation 你就可以再變到後邊嗰堆流體力學公式嘅，即係
件事就係咁啦。咁所以成個討論咧，你見鄧旭嗰個研究咧，其中一個集中點就係點樣由即係牛頓力學同埋嗰個機率嘅概論，一啲基礎嘅即係更加基礎嘅數學同埋物理定理，去推導到呢一個嘅叫做 Boltzmann equation 嘅呢條式。OK，咁後邊啲嘢就水到渠成噶啦。你能夠駁得通牛頓力學同埋 Boltzmann equation 咧，其實嗰個公理化嘅問題就已經叫做即係差唔多解決噶啦。咁但係中間就牽涉到一啲假設嘅，其中一個假設係講緊咩咧？就係頭先我提到你需要一啲機率嘅概念嚟去描述呢啲咁嘅即係粒子佢嘅速度嘅分佈噶。咁其中有個假設就係咁嘅，就叫做 molecular chaos 吓。咁如果你話夾硬用中文譯，就係一個叫分子混沌嘅假設。OK， 嗱就咁睇個名咧，就一頭霧水嘅，分子混沌都聽到人好混沌嘅吓。咁但係實際上講緊一件咩事咧？可以嘗試用一個比較即係容易明嘅角度，譬如我假設而家淨係集中睇其中嘅一對嘅粒子嘅對撞。第一號粒子佢出現喺呢個位置嘅機率，同第二個粒子一齊出現喺呢個位置嘅機率咧，要係互相獨立嘅。即係大家就係話咧，兩個即係嗰個描述一個粒子嗰個機率同第二個粒子嘅機率咧，基本上就互不相干嘅。嗱，咁喺呢度有個咩意思咧？咁其實呢度又可以問下啟明你啦。你記唔記得咧學機率論嘅時候咧，好中意用擲色仔嚟去做嗰個例題噶嘛？譬如話咧，一粒色仔有6面嘅，我擲到6嘅機會率係幾多啊？係1/6啦，吓1/6啦，係咪？我如果擲完一次6，再擲多次都係6個機會率，呢個複雜啲啦。你會點計啊？嗱，通常我哋假設咧擲色仔，即係擲2次咧都係獨立嘅，即係唔會話，因為有陣時我哋會，如果係牽涉到賭錢嘅時候咧，就會有種諗法就我擲咗6啊，咁啊好邪嘅，就會繼續出6嘅機會會高啲咁樣。咁但係我哋讀數學嘅時候，啲人咧通常都會假設嘅，假設粒色咧係每一次咧都係一樣嘅機率嘅。咁所以如果你話要2次出6咧，咁就應該係1/6乘以1/6嘅。係啦，咁呢度你其實已經解釋咗嗰個叫咩叫為之互相獨立嘅問題啊。就係第一次擲色同第二次擲色，佢哋嘅機率係各不相干嘅，係獨立嘅。所以你計起佢哋聯合嗰個機率嘅時候咧，就2個數字乘埋就得噶啦。同樣嘅邏輯完全可以擺喺嗰個粒子碰撞嗰度。第一粒粒子出現喺呢一個空間嘅機率，同第二粒粒子出現喺呢個空間機率，大家係冇溝通過嘅，各不相干嘅。唔會因為你出現喺呢度，所以我更加又出現喺呢一度。咁所以當佢哋2個機率喺同一個空間出現嘅時候，嗰個機率咧就直接將佢哋2個嘅機率相乘就可以啦。就完全係用咗擲色仔頭先你講嗰個比喻啦。咁呢一個係一個好方便嘅假設嚟嘅，因為佢令到你處理嗰啲聯合機率嘅時候咧，個計算簡單好多。你只需要將佢哋每一個嘅獨立嘅機率乘埋一齊，你就知道成組粒子佢嘅聯合機率就係大家各自獨立相乘。咁呢一個咧就係個假設所在啦。但係實際上呢個假設係咪一定要啱嘅咧？其實好多時咧，你可能諗下就係喺一個禮堂入邊，一堆人喺度互相傾偈，或者喺一個場合裏邊，你同完一個人，即係譬如我遇到你傾完偈之後，好啦，我哋傾完幾句，好，我又行開同第二個傾下先。咁其實最後會唔會我心入邊記翻就係話，喂，頭先我同個啟明傾偈，好似有啲問題好有趣，我又同咗第3、第4個人傾完偈之後，我發覺有啲問題可以翻返去同阿啟明傾。咁於是乎咧，就加大咗我嘅機率同你喺另外一個位置重新相遇噶咯。嗱，我唔係講緊呢啲粒子佢有記憶，係好中意識得揾翻原先碰撞過嘅人再撞翻吓。但係其實咧喺即係呢個成個粒子行為嘅時候，喺一個好短嘅時間，我哋可以假設啲粒子佢哋嘅即係嗰啲機率嗰啲分佈完全就可以用一個叫做 molecular chaos， 即係話佢哋嗰個嘅存在機率可以純粹乘埋一齊吓。假設佢哋啲機率係互相獨立，
呢個係一個好方便嘅假設，但係其實實際上有冇一個物理嘅現實去支持呢個假設係永遠成立咧？咁其實又唔一定嘅，但係我哋以前讀書嘅時候就好方便地假設嘅，因為啲粒子又唔會好似人咁樣記住同過邊個碰撞過噶啦，係咪？咁所以佢哋咪之後撞完之後咪忘記咗，跟住之後每次都係獨立嘅事件咯。佢同邊個碰撞過，我同你碰撞過完，唔會影響到我，唔會增加或者減少咗我下次同你再碰撞翻嘅機率噶。咁啊，所以咧係每一次碰撞都獨立事件嚟嘅咁樣樣，咁就會即係咁樣諗嘅時候咧，我哋就會覺得幾舒服喎呢個假設。由呢度咧就令到成個運算都好簡單，就好容易就推導到，即係由啲牛頓力學咧就推導到呢一個嘅 Boltzmann equation 噶啦。咁我哋覺得，嗰啲希爾伯特嘅第六問題都唔係一啲咁迫切嘅問題嚟嘅，即係因為我用咗一個呢個咁嘅舒服啲嘅假設嘅時候，我都照做到啦。甚至乎你問物理學家，可能你問翻我以前計嘅時候，呢個所謂公理化嘅問題都唔存在噶啦，我不嬲都用緊呢啲嘢噶啦，冇問題啊，推導到啊咁啊。但係實際上咧，即係好多時就係咁噶啦。數學好，物理好咧，其實即係你唔可以放過一啲好舒服嘅假設嘅，嗰啲舒服嘅假設你都要論證咗佢係啱先得嘅。咁所以咧，其實鄧旭一個好重要嘅貢獻就係喺呢個假設上邊咧，佢真係同大家解決咗呢一個我哋不嬲有少少比較得過且過、不求甚解嘅呢個假設咧，佢就同你真係解清楚晒佢。你呢個假設就唔需要再假設喺個假設啦。你呢個唔係純粹為方便舒服嘅假設，你呢個假設係合理嘅，我係可以證明過你係可以咁假設嘅。咁佢嗰個重要嘅貢獻所在就喺呢度。其實中間咧仲有人去嘗試部分解決呢個問題嘅，佢就嘗試解決下嗰個假設可以維持到幾耐。咁試過有人就話，唔係個假設原來就係維持好短時間嘅啫。你嗰堆粒子即係一路咁大堆粒子喺度互相撞嚟撞去嘅時候，可能就係開頭大家撞完一次之後嘅嗰段時間，我就證明到俾你睇呢個假設係合理嘅。但係咧之後你再撞到幾千次幾萬次喺度，我就唔保證呢個假設合唔合理啦。咁啊，鄧旭就覺得，哇，咁唔得喎，你呢就係證明到咁啊，我梗係要證明到呢個假設係長期碰撞、長期運作都啱，咁先至係一個完美嘅證明嚟噶嘛，咁樣。咁所以咧，我會話啦，鄧旭佢嗰個貢獻最重要嘅位置就係咧，佢將呢個叫 molecular chaos 嘅假設咧，係可以推廣到咧，就喺任何時間都啱。咁即係中間仲有個故事嘅，佢去諗點樣解決呢個問題嘅時候咧，原來佢係咧。係唔係話真係坐喺度好認真對住個電腦，對住張紙同筆嚟去諗到呢個問題嘅？諗到悶啦，出去食嘢啦，食乜嘢咧？食炸雞啦咁樣。去食炸雞嘅時候，一啖啖食嘅時候，諗通咗。OK， 係啦。咁啊，如果你話再即係個故事性強啲嘅時候，你可以想象就係佢其實咧，佢最後佢點樣由數學上處理呢個問題嘅時候，同佢一啖一啖食炸雞咧，都係有啲似嘅。你要一下子證明咧。一個假設可以喺所有時間都啱咧，係好難嘅，即係等於你一次過食晒成嚿雞，一次過吞晒咧，唔嚼咧，係好難嘅。但係你將成個時間軸切成好細塊，逐啖仔咁樣去證明，咁結果佢就發現咧，喺一段短嘅時間得，但係過咗一段時間咧，我唔知佢得唔得，所以有機會就會多咗一個誤差喺度。咁如果呢個即係如果我最後證明到呢個誤差係會不停累積嘅話咧，咁即係話咧呢個假設只能維持短時間，長時間嘅時候就會累積誤差，就唔得。但係如果我係證明到呢一個短時間成立嘅呢個假設嘅誤差項係隨住我越嚟越加長佢嘅時候係唔會累積，而係會互相抵消嘅時候咧。咁最後就會造就到咧呢個假設唔單止淨係喺短時間得，而喺長時間累積咗都得，嗰啲誤差唔會變得越嚟越大。咁其實鄧旭佢嗰個數學邏輯就係諗緊呢一樣嘢啦。最後佢就嘗試揾出嗰個誤差項點樣去計出嚟，亦都證明到呢啲誤差項隨住長時間係唔會累積，而係會喺每一個時間點嗰度互相抵消咗，就於是乎就唔會變得越嚟越大。咁所以一個喺短時間成立嘅假設就變得可以喺長時間都成立。咁所以咧，我哋就可以認為就係話啦，呢啲咁樣嘅好多嘅粒子，佢喺一個
宴會上邊互相傾偈開會嘅時候咧，基本上佢撞完一個之後咧，就唔記得咗自己撞過啦。隔咗好長時間之後再撞翻嘅話咧，係同先前有冇撞過咧係無關。咁於是乎就我哋以前讀物理學嘅人嗰個用一個好認為好方便嘅假設，而家得到嚴謹嘅證明，我就可以好方便地將一啲喺微觀世界由牛頓定律所叫做描述嘅微觀世界現象，去推導到宏觀世界一大堆粒子所形成所需要即係用到 Boltzmann equation 去描述嘅一啲嘅現狀。係啊，即係聽到呢度嘅觀眾咧，我相信可能都已經一頭霧水噶啦，因為咧實在阿宏講解咗呢個好高深嘅好多啲物理學嘅理論啦。但係我覺得咧，其實即係更加重要嘅咧，就係其實我哋要理解就係呢一個微觀同埋宏觀之間嘅嗰個 connection 咧，能夠咁樣推導到出嚟咧，其實係會俾到之後我哋再去理解我哋日常生活啊，或者係整個現實世界裏邊嘅好多現象嘅最根本，其實究竟係點樣形成嘅咧？咁樣吓，咁我相信呢度係有好多嘢可以講解嘅。但我先講其中一個好實際嘅一個關係咧，就係其實我哋已經知道咧，就係其實我哋所理解嘅即係熱啊、溫度啊呢啲概念咧，呢啲係好宏觀嘅一啲嘅現象嚟噶嘛。但係原來都可以由微觀嘅粒子嘅呢啲嘅現象咧推導出嚟嘅咁樣樣。咁阿宏啊，其實係咪可以再幫我哋講解多少少呢兩者嘅關係啊？嗱，咁呢度要講多一個概念嘅。我哋要知道一啲嘢叫微觀可逆同宏觀不可逆，即係啲咁嘅現象。嗱，呢度又一頭霧水啦，但係又用即係一啲嘗試大家直觀啲嘅概念嚟去諗啊。如果係牛頓力學世界粒子碰撞，你將佢想象成為打 snooker 啦，打桌球啦。如果你淨係集中睇一個白波撞到紅波嗰個過程，咁你會發覺咧，可以你將佢即係用個鏡頭 zoom 埋去，淨係集中睇下呢個白波同個紅波嘅碰撞咧，你會發覺咧，佢哋撞完之後彈開 ，OK， 然之後你錄影咗之後，將佢倒帶咧，你就如果將佢倒帶嘅時候，你睇到係個紅波撞翻走個白波啦 ，OK。如果你將啲顏色都抹去，你唔好將一個由紅色一個由白色啦，兩個都由白色或者兩個都由紅色。一個撞一個，然之後再倒帶，你會發覺咧，嗰個原本你順住時間去睇，去睇嗰個影片咧，同嗰個倒帶嘅影片咧，你根本上分唔到邊個係真，邊個係倒咗帶嗰個版本嚟嘅。因為的而且確咧，喺呢啲微觀，即係喺一啲叫粒子碰撞世界入邊咧，用牛頓力學描述嘅嗰啲咁嘅現象咧，係一啲可逆嘅現象嚟嘅。即係譬如，如果我一個其中一個波係有速度撞一個冇速度嘅波，最後你會發覺咧，原本有速度個波變咗冇速度停喺度，但係另外個波就攞咗原本嗰個波嘅速度就繼續行。你將佢倒帶嘅時候咧，個碰撞就逆轉翻啲參數咧，你發覺都係一樣。即係一個桌球同桌球嘅碰撞，你會係一個叫可逆嘅過程嚟嘅。倒咗帶你都唔知係倒咗帶嘅過程嚟嘅。但係咧，宏觀世界嘅現象、熱力學嘅現象，好多時係一啲叫宏觀不可逆嘅現象嚟嘅。就好似我而家唔係一個波同另一個波碰撞，係我隻杯甩咗手同個地面嘅碰撞，成隻杯完整嘅撞到地下裂晒。然之後倒帶嘅時候，你見到係乜嘢啊？一堆裂晒嘅碎片離開個地面，跟住變翻隻完整嘅杯，你就好明顯知道呢個係倒帶啦，係咪？即係有啲宏觀嘅現象咧，就係不可逆嘅。你一睇嗰個錄影帶，你就知道係順住時間播定係逆咗時間播噶啦。咁啊，其實而家都係碰撞現狀啫。不過一個係微觀粒子世界，一個就係比較宏觀嘅由一堆粒子組成嘅宏觀世界啫。但係點解一啲由微觀世界嘅現象咁大堆嘢組成咗之後，就變成一個宏觀不可逆嘅現象咧？點樣由一啲微觀可逆嘅嘢去推導到一啲宏觀不可逆嘅嘢咧？呢個就係又係一個引導到人點解要嘗試將呢件事公理化，係唔明點解嘅。即係原本我哋認為，喂，宏觀世界你記住就用宏觀世界嗰堆識啦，啲嘢就不可逆噶啦，死記啦。微觀世界啲嘢咧，你就將佢用翻牛頓力學計啦，啲嘢就可逆嘅咁。
但係啲嘢又冇得解嘅咧，有冇即係有冇？其實啲嘢就係由一堆粒子組成嘅，點解一日變成一堆之後就變咗做不可逆嘅咧？可以就係話今次呢個希爾伯特第六問題就係即係由呢個鄧沃嘅證明嘅時候就解埋呢樣嘢。即係當你嗰個數學，你點樣由一個嘅微觀世界牛頓力學去叫做解釋到有一個叫 Boltzmann equation 嘅時候咧，你基本上就已經完成咗就係由一個微觀世界到宏觀世界嘅跳躍。咁於是乎你就即係已經見到就係話咧，你當一個公式點樣去推到另外一條公式，點樣由一個微觀世界可逆時嘅公式，變可以直接去推導到一個宏觀世界，就係即係不可逆時嘅一條公式嘅時候咧，咁所以嗰個叫做微觀可逆點樣引致到宏觀不可逆嘅呢一個咁嘅難題咧，其實都係同一時間解決咗咯。係啊，即係呢個不可逆啊，同埋可逆嘅呢一個概念咧，其實亦都同一個我哋可能係有聽過嘅一個概念，就係叫做熵係有關啊嘛。即係因為咧，正正就係有一個咁樣嘅不可逆嘅過程，現實世界我哋觀察嘅現象，多數都係不可逆轉咧，先至令到我哋發覺咧其實現實世界就係有一個熵係不斷增加嘅呢個概念，所以咧我哋就話咧，其實時間咧係有一個方向嘅，係向住不斷增加熵嘅呢個現象出現咁樣。咁所以其實嗰個引申嘅意義係好龐大嘅。係啊，佢甚至乎話都俾我哋聽啦，學你話齋就係時間有個方向啦，即係我哋雖然個身體嘅粒子都有好多嘅碰撞喺度。但係當呢堆粒子根據翻呢一個嘅即係機率嘅分布公式咁遵從翻呢一個比較宏觀世界嘅一啲嘅物理定律嘅時候咧，就有好多不可逆嘅過程就會發生咗啦咁所以我哋就感受緊，無論我哋嘅即係周圍嘅物理世界啦，甚至乎我哋嘅生命咧，都係整體上走向一個叫做個熵值增加。嗰個無序度增加嘅一個咁嘅即係走向咯，就定義到時間嘅方向。係啊，所以其實鄧沃呢一個嘅研究咧，係俾到我哋由一個微觀嘅世界嘅物理學咧，可以推導到解釋到好多我哋日常生活嘅現象嘅一啲背後嘅意思嚇。咁所以我諗今集就雖然係可能好深啦，但係希望可以透過呢一集咧，阿宏就幫我哋講解到多少少，俾到大家多少少嘅理解，就係呢一啲嘅數學得獎咧，其實都好有可能咧係對我哋未來嘅科學發展咧係有息息相關嘅。或者我哋今集講到呢度啊，下集再講其他嘅話題，拜拜，拜拜。